今日嚟咗青島信號山，上山上望嘅風景，呢個係信號塔。你睇信號塔呢一度識喐嘅，識轉嘅呢度。從山呢個信號塔望呢個青島嘅風景，最高嘅地方望返落去。今日天氣朦朦朧朧啊！青島以前俾呢個德國人統治過，你睇下紅色嘅頂。一路行呢條樓梯呢，有好多相片嘅。落樓梯，係啦，德國侵佔嘅時期嘅相片。啱啱呢就上咗呢個信號塔、信號公園，上咗去，而家喺外邊影返佢。山上面都有嘢食㗎 ，coffee shop。沿路去，沿路返，一路行有條咁嘅橋。呢度好多紀念品啊 ，shop 買啲紀念品。好靚呢啲，青島海鮮啊，好平啊！係啦，呢啲係景點。頭先我哋就去呢個1級博物館睇啦，睇德國嗰啲建築物。